Ever since the first time you opened up my world, I just can't seem to close my eyes and sleep. I'm locked inside this daydream, don't need any saving. But I need you to wake me up. これか。Hotel Yupi 係一間位於北谷嘅公寓式酒店，一晚房價約港幣600零蚊。房間有2張單人床、晾衣架、開放式廚房、飯桌，浴室亦配備洗衣及乾衣機。從酒店行去日落沙灘只需10分鐘。每次去沖繩，其中一晚都會住北谷，去沙灘睇日落，望下個海。另一個鍾意北谷嘅原因係美國村嘅氛圍，只係11月，周圍已經佈置好聖誕裝飾。呢間燒肉飯題食過幾次，水準依舊。90分鐘高級套餐，成人每位9500 yen， 另加1650 yen 包酒精飲品任飲。第2日，我哋返到喇叭，入住國際通大街旁嘅酒店。check-in 位於酒店頂層，亦係住客嘅公共空間，提供免費茶水。我哋訂雙床房，一晚房價港幣400零蚊。下午茶去木質市場附近一間居酒屋。叫幾碟小食，小酌一杯。呢度有賓燒、刺身同多款海鮮料理，魷魚蜜汁麵都係推薦菜式。晚餐食燒肉，隨意地圖揾咗呢間近酒店，位於國際通大街嘅燒肉店。呢度坐吧台，座位約10個，最後先預約。食物係單點，呢度嘅牛未必最高級，但肉質幾嫩。牛豬雞內臟飯麵都有提供，而且醃料味道都唔錯。差唔多6點，餐廳已坐滿人，店內氣氛好好，店員都好熱情好客，間唔時同客人互動。有別其他燒肉店，我會形容呢度較隨意，食得幾自在。我哋仲有下場去食串燒，2個人叫2份肉，1份牛小腸，1份牛柏葉同1個飯都差唔多，加3杯 lemon sour，埋單港幣510蚊。
同燒肉店同一棟大廈2樓就係我哋宵夜會食嘅居酒屋，有唔少香港同台灣客人。餐牌有中英文，其中一個女店員英文好流利。呢度除咗串燒，有幾款食物都推薦，例如炸紫菜雞翼、炸餐肉、烤飯團、雞湯。行程最後一日，亦係最後一餐燒肉，同樣位於國際通，好多人介紹嘅本部牧場燒肉。午市有3款等級肉套餐，我哋叫做豪華套餐，每人4500 yen 包前菜、沙律、白飯同湯可以免費添加，仲有一杯酒精或無酒精飲品，同埋甜品雪糕。套餐有5款肉，每款肉有2片。單點套餐嘅話，肉份量唔太多，所以額外叫咗雞同牛小腸。午餐性價比較高，肉質幾好，油脂感適中。座位係2人半開放包廂，私隱度高。但如果問我整體包括食物、價錢、環境氛圍，我未必再食呢間。高級燒肉我應該會揀琉球之牛，亦可能會食返呢條片早段介紹過嘅2間燒肉。埋單2個人11,480 yen。今年生日食 pancake 代替蛋糕，嚟到36歲，祝自己同所有我愛嘅人健康快樂，做好自己。